最近學到一個心理學上嘅名詞，叫黑色生命力。佢係指度過創傷、壓力或逆境後所長出嘅適應力量，包含對情緒更寬闊嘅認識同體驗，對複雜性嘅認知同理解，對生命嘅洞見同人生哲學。真正強大嘅人都曾孤獨穿越過一片黑色森林，如同種子在土壤裏獨自扎根。喺呢段至暗嘅時刻，需要忍耐各種委屈，辛苦不被認同，忍耐不被理解，真心不被接納，付出沒有結果。但凡最終穿過呢片黑暗深潭嘅人，只識得睇穿人性，看透人間冷暖，只可以真正百年成光。就好似喺地獄返嚟嘅人，帶住死灰復燃嘅黑色力量。